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，就想来这儿看日出。平时不注意，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。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，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。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，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。当你直面这些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那只是你漫长生命中的一小部分，一切总会过去。太阳出生的那一刻，好像所有的苦闷都会被它的光击碎，有光就有希望。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。其实你不用安慰我。其实我也是在安慰我自己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我想起小的时候流浪的时候了。当你一直在黑夜里前行，你就很希望看见早晨的阳光，因为那可能就是新的希望。希望？人生哪有那么多希望？如果真的能有希望，我倒是希望太阳能够西升东落。我希望能够回到过去。如果我能回到国外，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我师兄带回来。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一定会重新计算，绝不会让希文出事。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，太阳不会西升东落，但是太阳会照常升起。那样，我们要像太阳一样，落下去后，再重新升起来，并且非常壮观的升起。大家，你看，太阳升起来了。喊出来吧，把你所有的苦闷都喊出来。白慧，谢谢。我好久没看见你笑了。队长，我巡逻的时候发现季专家屋里的灯是亮的，我上去以后发现屋里没人。程生，你那边呢？车间跟办公室都找过了，还是没找到季专家。哎呀，这人能去哪儿啊？队长，长医院我去问过了，没看见季专家。还有，值夜班的白慧不见了。门卫问过了没有？问了，没有看见他俩出去。他能去哪儿呢？季专家应该和白慧去了什么地方。程生同兵，你们马上组织人手，在厂里再仔细找一遍。是。丁贤，你马上去白慧家，仔细看一看，他人还在不在？是。哎，对了，红梅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行，你先去吧。是。从今天开始，
我一定会把蜜蜂仓的问题解决的，就像在犀牛角一样，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。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。来，白慧同志，谢谢。你是怎么想到去看日出的这个主意啊？我也是情急之下。季专家这个样子好几天了，大家该劝的都劝了，药也吃了，可就是不见效。我想寻常的办法肯定是不行，也许带他爬爬山，看看日出，心情能好起来。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跟专项组汇报呢？我当时也想跟你们说，但是我知道跟你们说了以后，你们肯定不会同意。我也是没办法，一心就是想让他好起来，所以就只能违反纪律了。那你是怎么知道这西侧院墙能翻出去的？前天我去前宫车间指导消毒，无意中看到的。就算你们3点出场，2人徒步从厂里到东山犀牛角，这时间也来不及啊。我爸以前上山采药，我经常跟他在一起，有一条小路，从3条峡直接上去，节省时间，但是有点凶险，很少有人知道。有点凶险？你们连手电都没带，这是十分凶险的事情。白慧同志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季丹阳出事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就是想能让他赶上看日出，但是现在你这么一说，是有点后怕。行吧，事情的经过呢，你也讲清楚了。你先回厂医院上班，等待我们调查的结果。哎，白慧呀，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深更半夜的啊，你把季专家拉去爬东山看日出，人家可是专家呀，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就把人家给带走了啊？你可是标兵啊，这是标兵能做出来的事情吗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脑子跑到九霄云外去了？葛云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想着季专家一直心情不好，那你不是也说吗？他是因为心理问题造成的抑郁，我就想着用这种方法试试呗，没想到还挺管用的。哎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？我知道，违反了厂里的规章制度，违反纪律了。那你还明知故犯？当时着急，我也没别的办法。哎呀，真是！你看看啊，医院的处理决定下来了，暂停你护士长的职务，这段时间不能接触专家了，停职反省，做深刻检查。我接受一切处分。葛云姐，你要是看见季专家他现在的状态，你也会觉得我背什么处分都值得。白慧，我可真服了你了，心怎么这么大呀？还笑。白慧和季丹阳翻墙出厂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安全隐患？马上处理。是。哎，红梅。哎，红梅啊。啊，队长。你晚上没睡吧？没有啊，睡挺好。好，睡挺好。那你做梦了吧？这梦里肯定去东山看日出了吧？你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，你这鞋上还沾着泥呢，你都已经暴露了。我就知道，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队长这双火眼金睛。别给我打马虎眼。以你的警觉性，他们俩爬东山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不过都那个点了，你就不担心他们俩出什么事儿吗？担心。不过好在我看季丹阳现在状态恢复的还不错，值了。
确实我没上报，这事儿有没有写检讨啊？你说呢？他们俩都得写，你也逃不了。是。行了，写吧。是。还是报。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啊！怎么就一去不回了？去东山多危险啊！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这样才能促进感情，是不是啊，护士长？你们俩很闲呀，没事在这听我挨训，赶紧干活去。好。都是因为我，才造成了此次实验事故。主公，我重新计算了数据，密封舱的建造和设计思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想再尽快展开一次试验。你有点跃跃欲试了。而且我这次要申请进入密封舱实验。好，你想参加实验，说明你的心态重塑了，要鼓足勇气，重攀高峰。看来这次东山看日出很值得呀。其实我知道你来过2次，就在门外。说心里话，实验失败之后，我一直挺消沉的。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，甚至都没有办法面对你。现在是怎么好起来的？犯了个严重的错误，但是却把心病治好。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呀？到时候你看通报批示就知道了。哎，白慧。哎，你可别给白慧添麻烦了，她现在不能接触专家。为什么呀？都是因为你挨了处分，停职反省了。停职反省？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的问题，我不会逃避。那段时间我心态不好，算错了数据，不能怪别人。你也别着急揽责，万一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呢？怎么可能啊？这样，丹阳，你先帮我写几个1看看。1个1又能看出些什么呢？不管我当时什么心态，错了就是错了。这个处分我接受。哎呀，的确看不出来什么。丹阳，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，你再帮我回忆回忆，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张纸？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谁。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，根本就不想接触其他人。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丁公安就来了。小慧啊，大半夜的，你出门做啥子？我去东山了，跟丹阳看日出。大半夜就去东山，走哪条路啊3条峡。3条峡到犀牛角，这个路爸爸没领过你去啊？我以前跟朋友的时候走过。哪个朋友？啥时候啊？爸爸跟你说过吧？那片林子那是有野猪的。爸，你说我都多大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个？那就许你走，不许我走呀。3条峡有些地方我可比你熟呢。哎，小慧。坐一会儿。干嘛呀？爸爸有话跟你说。
说。孩子，告诉爸爸，现在咱们父女俩踏踏实实的过这样的生活，不好吗？爸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这些日子呢，爸爸看你家里家外忙忙叨叨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呀？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，爸爸？你为什么总是没头没脑说这些话呀？这很莫名其妙。也许是爸爸想多了。你吃完赶紧歇着吧，最近看你太累了。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，过去没见过。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，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。白夜同志，陆秘书，你当护士长了，还干起床单的活儿？我都停职检查了，这活就手就干了，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呀？你还知道你自己停职检查呀？大半夜的去东山干什么？白慧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季丹阳？陆秘书，这种话能随便说吗？那你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要带他去看日出？你就不怕那些流言蜚语吗？你是以厂办秘书的身份跟我说这个，还是以个人身份？有什么区别吗？有。如果你以厂办秘书的身份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处分我接受，检讨我也写了，我无话可说。那我要是以个人身份呢？那我可以告诉你实情，我带季专家去东山是为了水滴工程，是红梅姐交给我的任务。季专家心情低落，红梅姐让我想办法治疗他、开导他、给他熬药。我好不容易才想出带他去东山看日出的办法，而且他心结确实也打开了。你说我有错吗？就这么简单？不然呢？你要非说是爱情，那我不太懂。不过我从你的诗句里面倒是能体会一点。爱情是很玄的东西，是光阴写下的诗，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。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，我也愿意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。你看我给你写的诗，你给我写的。你还真是傻的可爱。那我收床单。啊，好。来。长生，我又找着个1。白慧的护理记录里只找到4个1，但跟演算纸上面的不一样。演算纸上的1是重笔轻体，而白慧写的是轻笔轻体。不行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应该就不是白慧写的吧？那可不一定啊。如果这演算纸上的1真是白慧写的，肯定不可能像这护理记录上写的这么随意吧？我觉得这个1写得很正式。咱们可以这样，咱们找个机会啊，让白慧多写几个1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个办法好啊！你这是给白慧递刀子呀！哎，我递什么刀子了？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这个1真是白慧写的，你把白慧叫过来，当着咱们面再多写几遍1，这不明摆着告诉他啊，你被我们怀疑了。我又没让他过来写个1，咱们可以找个机会，哎，找珊珊，珊珊跟白慧关系好，你找个机会让他写几个1不就完了？你可别扯我家珊珊。哎，行了，别吵了。专家和技术员那边怎么样了？红梅带着人正在专家组核对笔记呢。队长，你觉得专家们能有问题吗？都是千挑万选过来的，也许这次真的是季丹阳写错了呢。他别的错我都能理解，但偏偏是数字
是他最擅长的，怎么会错呢？太不可思议了。对了，队长，楚公说要再进行一次密封舱的实验，而且季专家要求要亲自入舱。我能理解季专家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次实验舱一定要顺利进行，绝对不能再出问题。丹阳啊，要汲取教训，如果遇到异常情况，马上按警铃，千万别硬撑着。我明白，要不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用……不用了，郭硕，我相信我的数据，实验舱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楚公，实验舱检查完毕，可以随时开始实验。看着真揪心，希望别再出上次贺专家的事了。不会的，我看他状态挺好的。楚公，开始吧。一切准备就绪。第2次模拟潜艇实验舱实验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得早点出院，跟大家一起庆祝模拟实验舱实验成功。数据还没核算完。这些数据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？是新闻和我一起算的。你这孩子，人家还住着院呢，还麻烦人家。叔叔，这真不赖我。您是了解檄文的，他也是想让您尽快看到这次实验成功的结果嘛。所有的担心啊，都是值得的。有了这些数据，咱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生存实验了。生存实验？我们的潜艇官兵啊，不可能在水下面只待90分钟啊。我们的潜艇要让我们上百名的官兵能在水下生存更长的时间，这些数据就是关键的一步。这工程量可就大了。有你们这些青年才俊，我是充满信心啊。放心吧，已经确定水滴工程实验舱实验已经成功，下一步，他们应该模拟潜艇生存实验。都到这一步了，看来他们造出潜艇比
已经指日可待了。主任，如果我们再不下狠手，磐石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。现在卢门急缺人手，鬼骁却仍然拒绝归队。这个鬼骁啊，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电告雪狼，从即刻起，对鬼骁不必再畏手畏脚，他可以全权处置。是。你看看这个，没想到吧？我还能拿到你这样的一张照片。他不是我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但是对于没有见过你的人来说，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。厉秋晨，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！这个人对磐石行动非常重要。我告诉你，从即刻起，你必须对这个厉秋晨做到深刻的了解，他的兴趣、爱好、性格，他喜欢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玩什么，甚至要细化到他晚上睡觉磨不磨牙、打不打呼噜等等等等，要做到100%的了解，要做到熟人于心，懂吗？临床上护士的3查7对你做到了吗？给我背一遍3查内容。1查查药品的有效期、配伍禁忌；2查药品有无变质、浑浊；3查鞍部有无破损，瓶盖有无松动。回去给我写100遍，写到记住为止。是。哎，张玲，你怎么又针对我带的实习生啊？你这话说的，别人我该批评也批评，我这是为他好。人白慧当护士长都没你凶，人家是实习生，你好好说不行啊？你少拿白慧压我，咱们这些人不犯错误，就是对白慧最好的支持。哟，干嘛呀？这不高兴全写脸上了，谁惹你了？张玲，他怎么了？没事就找茬批评我带的护士，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们干。他一天的实习生，整天倒是清闲自在的，还不是就会拍他马屁吗？行了，别生气了，回头我劝劝他。他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吃他嘴上亏的时候还少呀？我真是想不明白了。你说自从你当了护士长以后，怎么就跟他搅在一起了呢？那我不是也停职了？谁不知道你过几天就得复职呀？哎呀，珊珊，我说你啥我都是夸你的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才是我的好朋友，张玲，她也有她的用处嘛。什么用处啊？你说这护士站上上下下的都得管，还有实习护士。你说我这性格能天天跟着他们指着鼻子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的吗？就张玲能管得住？你说换你能管吗？你在利用他呀？哎，不能这么说啊，同事之间嘛，要取人之长。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？哎，我哪变了？我呀，还是那个我，不还是你的小慧慧啊？那就好。白慧，哎，红梅姐，你们聊，我先去忙啊。你心挺大呀，背着处分停职检查一点事儿没有？我那是做好事儿，问心无愧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想到带鸡丹阳去东山犀牛角的？我也是没办法才想到去犀牛角的呀。反正我就是觉得吧，只要能让丹阳振作起来，能对水利工程有帮助，让我在厂医院洗一辈子床单我都愿意。果然是我妹啊，看看这格局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我刚从夏院长的办公室出来。怎么了？你复职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红梅姐。哎，你手上有水，别动我。没有水，你看没有？有水，没有水。哎呀，你洗。老师，
张阿水家里翻出来的厂医院地图，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，跟厂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笔迹是一样的，所以恐怕这事儿得从厂外查。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从张阿水住院期间，一共有44个人是住过医院的，所以，是不是能请市局的人帮忙一下？行，那我让郭局去查一下吧。啊，对了，季丹阳怎么样了？他从东山看日出回来啊，心情就好得很，现在已经热火朝天的投入战斗了。对了，红梅，有一件事情呢，我一直想问你。啥呀？那个白慧，是不是喜欢季丹阳啊？那我哪知道啊？那你呢？你是不是也喜欢他？那我更不可能了。怎么老师你突然问这些事儿？红梅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你得好好问问自己，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啊？我认真想想，确实一看见他就烦。不看见他的时候就想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那就是喜欢他。不是，哎呀，老师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卯汉车间的事，我哪有心思想别，哪有心思想别的呀？是那个武瑞原籍档案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啊，那边的同事已经帮着查了，这个材料呢正在寄往卢门的路上了。那有消息老师第一时间通知我，不然我得看看从哪里找突破口。哎，你可以好好再想想季丹阳啊。白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看看你，想跟你说说话。我知道你经常到这儿来。白大夫今天出诊了吗？你可真行。哦，对了，送你的护手霜用完了吧？再去给你买一个吧。不用不用，我都没怎么用呢，你别破费了。哎呀，你别省着用啊。真的不用，我也自己可以买。一片白云，又一片白云，无休止地向我扑来，就好像朵朵白玫瑰长在我的心房，如梨花微雨，发丝缠眸，浮在我的脸上，让我心旷神怡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写的不好吗？没有没有。我就是觉得，又是玫瑰，又是梨花，又是微雨，我有点没反应过来。你这写的是什么呀？写的是一个美丽的邂逅。啊，蛮好的。真的好吗？其实还有其他诗呢，我再念给你听。哎，白慧，
白慧，你喜欢啊？啊，那来看看哪个好看，买给你。啊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哎，那这个吧，这个多少钱？1毛钱。好。白慧，我送你。你还真买了？那当然了，你喜欢嘛？停，白大夫。啊，我刚才还以为看错了呢，还真是。爸。嗯，哟，小辉，哎，陆秘书，白大夫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您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说这个白慧，她是怎么知道从这儿能翻过去的呢？要不说呢，真有他的。好在丹阳现在算是恢复了。哎，我听说，这个季专家从实验舱出来，生龙活虎的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但愿他是真的没事儿。哎，今天不是魏同斌值班吗？怎么成你了？这不是今年礼堂要播新电影，他跟我换班了。他看电影去了。我说红梅，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？啊，你就一点没看出来？看出来什么呀？真没想到，这梅姨竟然是刘妈，藏得也太深了吧？特务嘛，就是这么阴险狡猾。那你们抓特务是不是也那样啊？那你得注意安全呀。这么关心我啊？我才没有呢。对了，你之前说那个搞破坏的赖师傅，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特务。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？哎，我工作的事儿你别问了，我没有保密原则。我都不能说啊。连我妈都不行。那你别跟我说话。哎，别嘛，咱好不容易出来看个电影，咋还怄气呢？珊珊，我发现你这方面怎么慢半拍呢？哎，你瞧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哎，干嘛呢？你俩干嘛呢？啊？我可以假装没看见啊，你们继续牵着吧。什么牵着？哎，红梅。红梅姐，丁杰没看见，我可什么都看见了。我们刚才就是看了场电影，《扬长暗哨》是吧？可好看了。要是当没看见也行，但是我怎么想喝汽水呢？哎，你们要是这么一说呀，我也有点渴呢。行，走。小辉啊，你说你不喜欢人家陆秘书，干嘛要跟人家一起去逛夜市啊？路上碰见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想着都是同事，也不好总拒绝，闹僵了也不太好。看你们两个，挺合适的。爸，行啊，既然对人家没这个意思，别耽误人家啊。这种事啊，是最怕
给人家留下念想的。我知道了，爸。你都多久没逛夜市了？你今天怎么想起去了？爸爸看你呀，最近情绪也不高，去夜市给你买了一面小镜子，在药箱里呢。嘿，还真有。大妈，还不相信爸爸说的？没有，我这不是没想到吗？爸，你今天在夜市上是不是在看什么人呢？爸爸还真看见一个人。哎呀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他还是个坏人。谁呀？有7、8年了，解放前呢，这个人是跟徐文正有些关系的。我不知道我看的对还是不对。如果真是他，还得到公安局去举报他呢。徐文正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大特务。是啊，解放前徐文正，那不可一世。俺有病的时候怎么样？他还不是得找我这个江湖郎中给他看？只是爸爸那个时候不知道，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、十恶不赦的大特务。刚一解放，政府就把他镇压了，死有余无了。锦衣华服，豪门大院，未必就是幸福的；粗衣布履，窄巷陋街，也未必就是不幸福。人活在这个世上，最重要的就是万事都能图个心安。我知道了，爸。炙手可热的，突然就暗淡了；阿谀奉承的呢，突然就失势了；春风得意的呢，突然就落魄了；那些前呼后拥的，突然也冷清了。人生啊，要经过很多的事呢。等你回头一看，都是过眼烟云。红梅姐，我和童斌这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。还用我说吗？我感觉就我不知道了吧？哎，哪有啊？白慧都不知道啊？你们俩天天黏在一起，他都不知道？那是以前，不是现在。现在有些知心话也不能随便讲了。你也知道，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，什么事情都得以身作则，所以他就更忙了。但我最搞不懂的是，自从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，天天跟张玲搅在一起。你也知道，之前杜芳和张玲那么欺负他，他都忘了。反正我们俩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好姐妹，我也没把她当护士长看。但我总觉得吧，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说说哪儿不一样了？要说不一样的话，严厉吧。在那儿呢。哟，这俩人咋还聊上了？哎，童明，哟，让他俩先聊会儿啊。反正我们私下里都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平易近人了。红梅姐，你说这人当了领导，真的会改变吗？可能是他刚当上护士长，所以有点压力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毕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？主要在东南亚做轻纺生意，最近涉足橡胶产业。
在龙门有一座铜矿，还有一座农场。这次回来是按照家父的遗嘱，把家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祖国。好。厉先生，听说你是在国外读的大学，年轻有为。我听说您在国外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，叫琳达女士。哎，琳达女士，没错。家父生前让琳达女士在国外照顾我的一切。她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。哦，您好像有一位未婚妻。是，越南华商之女，现在就读于巴黎，明年毕业。哦，好。冉海啊，不，我现在应该称呼您厉先生。不过再过几天，东南亚的那位厉先生就会前往香港，而您明天早上也将前往香港，去会会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你。厉先生，明天一早我会亲自为你送行。是。主任，我去帮林队长收拾一下。不，文月，你接替林然海手上的一切工作。是。电告雪狼，密切关注水利工程的下一步动向。是。天助我也，天助我也。妞啊，这武瑞怎么成你徒弟了？你说你一个大连人，他一个保定人，你们俩人怎么就成师徒了呢？哎呀，在我们那个老厂子大连造船厂，那个时候啊，他刚进厂，啥也不会啊，整天在我前头忙前忙后。后来工会的那个黄主任就说，要不你就把他收了吧，不就这么就把他收了啊？刘叔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公安啊找我问来了，问了这裸套的事儿，还有冷却液的事儿。你知道啊，我们车工这劳动手套啊很少用，工得发的呢基本都放在柜子上。我记着在实验室水池浇筑前，武瑞给你拿件儿的时候，好像动了我的柜子。哎，是。杨师傅，你可不能往我徒弟身上泼脏水啊！这个当然了，也许是我们车间哪个小年轻那个小子顺手拿了，这不重要，不是？我就一提，来喝酒喝酒，来妞喝酒。哟，主任，快坐快坐快坐。二位大师傅原来躲在这儿喝酒啊，把你给吹来了。嗨，好不容易放半天假，我得犒劳犒劳二位大师傅。哦，你们是难得喝酒啊，我的，敞开了喝。武瑞的原籍走访资料，税局刚刚送过来的啊。
你看了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刚才看资料上，武瑞的童年还真的挺惨的。哎，对了，武瑞今年多大？这上面写的25。他才25岁。红梅，赵主任跟牛师傅、杨师傅已经喝完酒了。杨师傅喝了8两酒，就不理蹒跚了。以他的状态，不可能喝完酒又回到厂内搞破坏。有没有可能是装的？不可能，我亲眼看着呢。杨师傅虽然好喝，但他酒量不如牛师傅，而且他身上那股酒气，呼吸那个味道是装不出来的。真正能喝的味道不会那么重，所以藏不住。大中午的，他们去喝什么酒呢？队长的意思呗，反正队长让我去找赵主任，还送了一瓶酒过去。那这瓶酒啊，是我个人出资给他买的，至少呢可以排除杨师傅没有问题。这酒啊，花的值。这么说来，目标就剩一个武瑞了。嗯。这块儿我跟杨师傅商量过，全是各种管道，要想牢固，不仅不能减重，还得增重。如果我把这管道放在下面呢？那图纸就得另设计。季专家，你不嫌麻烦？几个通宵的事儿，一切不都是为了咱们想要的仪器能够早点造出来吗？你们这种科学家的精神，我老牛服。来，您来看看这个。哎，王公安，不能只看这火花啊，伤眼睛。我看你忙活半天了，不歇会儿？师傅在眼皮底下呢，先干完活再说吧。你跟着你师傅来龙门这么长时间，也没想着回家看看？家，13岁就离开保定老家了，哪还有家？父母呢？哎，那些年打仗，父母早死了，只有一个姐姐，后来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，没几年也病逝了，我就被那家啊一脚给踹出来了，我就一路要饭，跑到了东北。那家人可够狠的。哎，现在还记着他们呢。他们呢，我姐姐都病了也不给治，还让她干活。那家人在当地有10几亩田，但是地主也不能拿人不当人，是吧？后来你去东北是多大呀？16岁吧，还好东北解放的早，工会看我年纪小，就让我先学习，再识字，然后再工作。后来呢，我到了某焊车间，看见我师傅，他们所有人，从工长到主任，都对我师傅恭恭敬敬、客客气气的。后来我每天就跟在他身边转悠，帮忙拿东西啊，端茶倒水啊，好长时间，他才收了我这个徒弟。没想到你还挺有办法。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师傅是我最亲的人了。哎，我就来个车间，你也不用这么跟着吧？毕竟稳定器的事还没有调查结果呢。你这图纸是水利工程下一步的计划吧？啊。所以是机密喽？什么？那就不要轻易示人。哎，不是，我这不是人，怎么开展工作啊？再说了，这还只是草稿版，我还准备找西文去商量，赶紧好好修改一下呢。跟何专家现在不吵了。我们那是合作中的观点争论，这太正常不过了。水利工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，我们之间得配合啊，咱们也得配合。当初在香港，你怎么没这配合度？
我说我这人生中最惊险、最刺激这段，你算是忘不了了，是吧？那肯定忘不了啊。哎，哎，丹阳，最近看着气色不错啊。哟，看出来了啊。不是，你这女人怎么了？这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！这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世界难题嘛。你最近啊，最好别跟他斗气。我什么时候敢跟他斗气啊？那怎么了又？他呢，大半夜的跟着某2个人爬东山看日出，这气儿呢还没消呢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这检讨还没给他过呢。走了。武瑞对答如流吗？没错，跟走访资料一致，而且连他姐姐做童养媳家的地主家的姓氏都对得一清二楚，可见他的童年经历是没有造假的。哎呀，我是在想这个时间差呀。他13岁就离开了保定，15、16岁去了大连造船厂，短短3年时间，他要饭就能要东北去吗？是个问题。局长，这上面44个人的笔迹和背景都调查清楚了，大部分都是仪器厂的职工家属，与在赖广润家搜出的示意图笔迹不符，没有疑点。喂，海外关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要去一趟灵务所。但他这一路要饭，要怎么调查这个经历呢？人只要站在光下，就肯定有影子。专家组李培章的老家收到了一封海外的来信，是他的表哥从东南亚寄过来的，说是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。那这个人我们调查了一下，背景的确是海外华侨，他叫厉秋晨，原来是卢门人，家里的产业非常大。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爱国华侨，前不久去世了，是李培章的舅舅。裴章同志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我们在来卢门之前都经过了政审。再说，李培章同志是我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专家。他跟厉秋晨在南京沦陷之后呢就分开了，厉秋晨就跟他的父亲来到了卢门。后来呢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联系过。但是这个事关水利工程，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是，局长，厉家爱国华侨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过，这不会有问题。但是，毕竟敌人安插在厂内的特务已经非常熟悉专家组的人员构成，我担心他们会不会利用厉家这个身份使用手段离间同志们的关系，这就麻烦了。这完全是有可能的。楚公，那李培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？他进行钛合金的研究，这个工作不能停啊。楚光，但是按照规定，李培章同志在没调查清楚之前，应该被暂停工作。水利工程现在进行到关键的时刻，我怕这件事影响大家的情绪啊。局长、队长，我有个建议，能不能让李培章同志继续他的研究和工作，不过给他一间单独的工作室，这样他既可以安心工作，同时也能隔绝与其他专家的项目接触。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楚公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。好。这个节骨眼儿怎么会有海外来信呢？要来的话，早就该来了呀。说的就是啊，可就算是有海外关系，跟裴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也没必要离开吧。是啊。好了，你俩别乱说。裴章还在专家组，楚公是让他专心研究钛合金，没有钛合金，我们的潜艇模型也没法进行实验。快回去工作。
你好，同志，麻烦问一下，我的衣服改好了吗？哦，还没有呢，着急取吗？着急，我这2年都没得换了。那你稍等一下，我一会儿就给你改啊。谢谢谢谢。那行，我就给你肩收一下，领子放一下，后天来取啊。好，谢谢啊，慢走啊。好嘞。你怎么直接来找我？违反规定。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来找你的。那天你在夜市上也看见了，鬼枭盯上你也发现我。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发现他在那儿晃悠来着。雪狼到底什么意思？到现在还不发话。如果那个姓白的去公安局告发咱们，那可全都完了。还有啊，我一直不明白，这鬼枭都那么大岁数了，雪狼留着他有什么用啊？鬼枭的能力你也见识到了，如果能为我们所用，那就是如虎添翼。雪狼又制定了一套新的方案。哎，急人家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啊。办公室的咖啡，趁热喝。怎么把工作台放到这儿了？方便研究啊，可以随时跟车间的师傅沟通。需不需要帮忙？正好这2天在设计大密封舱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只负责数据，不用输图。你要来帮我？是向你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。我也不知道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，只是我最近的处境有点尴尬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是说那封海外来信啊？那可是一封爱国华侨的信，你觉得我们中谁会因为这个觉得你有问题啊？而且，论到海外关系，我比你复杂多了。我可是在国外9年。放心吧，专项组会调查清楚的。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？我先说结果啊，李培章这个人呢，没有任何问题，非常的优秀，而且清白。李修臣呢，父子2代啊都是爱国华侨，他们2个人相当于是表兄弟的关系，也就是李培章管李修臣的父亲叫舅舅，他们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。南京沦陷前呢，李培章一家就去了上海，李修臣一家呢就回到了老家的卢门，他们家的产业做得非常大。哦，对了，大华矿场啊就是他们家的。不过这4、8年以后啊，因为不满这民国政府的贪腐腐败，就举家去南洋了。在这个期间，他们2个有没有联系啊？我查过了，4、5年，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啊，他们2家见过一面。不过当时李培章在北京读书，所以他们俩就没见成。也就是说，在37年到现在呢，他们2个也就没再联系过了。信我也查过了，李修臣说想回国看看，为咱们新中国的建设呀出资出力。还真是个爱国华侨。行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，咱们赶紧向主公汇报，让李培章同志回到原先工作岗位上工作。是。这简直就是艺术品，我都迫不及待造一艘真的家伙，东海、南海，走上一圈。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？咱们几个就算要走，也要走出太平洋才行。培章，我得感谢你，制造出这么有特色的钛合金潜艇。先别感谢我，我觉得丹阳的数据才是基础。要不咱们再下降1米，看看数据。好，再下降1米。上班啦？哎，小慧，嘿嘿，这个发卡好看。
爸，我是不是所有发卡你都记得？当然，这不是自己买的吧？管那么多。对了，爸，我今天得晚点回来，你别等我，饿了自己吃点干粮。你干什么去？我跟张玲约了剪头发。剪头发能用多长时间呢？你不能太晚了哦。哎呀，知道了。白慧，陆秘书，白慧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有点事儿想跟你说，咱们去那边说吧。哦，好啊。白慧，我们晚上看电影去吧。看电影？我怕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托人买的票，《英雄虎胆》，于洋和王小棠演的。你不是最喜欢王小棠了吗？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好，拿着。晚上7点，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。哎，快上班吧，别耽误了。哦，好嘞。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。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看书啊。想清静一会儿。刚才有几个护士怎么教都教不会，我又不像你能跟他们板着脸说话。你就是太善良了。看的什么呀？怎么看五线谱啊？我想学手风琴。真的啊？那以后咱们护士组又多个节目了。那你看吧，我去忙了。按时服用，等你吃完我再给你开，好吧？好嘞。白大夫，你也不用总盯着我，我又来了。我盯着你，是我想看看你往哪儿走，我好对症下药。你这病不抓紧治，他命就没了。哎呦，我的白大夫，你可就别吓唬我了，我可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啊。晚上7点，你可以去见他，老地方。哦，对了，你看我这送信的，差点把信给您忘了，给您放这儿。这个发卡好看。白慧，白慧，你爸来了，他挺着急的，好像有事儿找你，你过去看看吧。好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白叔来了。爸，怎么了？跟我走，走走走。哎，你慢点儿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啊？你来。你慢点儿，怎么了？
干嘛呀？小慧啊，一直在单位吗？对呀。头上的发卡呢？啊，我刚才也没找着，不知道怎么不见了。是不是这个？哎，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哎呀，小慧，今天上班的路上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没有啊，我这条路天天走呢，我能遇到什么事儿啊？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吧？没有啊，爸，你怎么了？这样，马上请假，这个班不上了，跟爸爸回家。哎，不是爸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以什么理由离开啊？再说我是护士长，这医院好多工作要做呢。回家，爸爸跟你说。爸，你别让我在医院为难行吗6点下班，立刻回家，哪也不要去，答应爸爸。干什么呀？你答应爸爸。哎，我答应你，行。回家等你。哎呦，葛主任。哦，白大夫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。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这小慧呀，粗心大意。怎么了？啊，我这一味药给我放错了，好像误了我大事。这都搞医的，你还不清楚这个吗？哎呦，白大夫，您说这个我可不信。那白慧多细心的孩子啊！哎呀，葛主任，那是因为在你的领导之下。行了，只要他能在工作上好好的，不出差错，这就是最好了。白大夫，放心吧，白慧特别努力，也勤奋，要不然大家怎么会选她当护士长呢？是吧？还有啊，您不知道，我们医院的护士有多少人都羡慕白慧有您这么一位父亲呢？哎呦，羡慕什么呀？我们2个就是苦命人罢了。葛主任，小慧今后在工作上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她，帮助她。您放心吧，我特别喜欢白慧这个孩子，我一定会好好帮助她。哎呦，谢谢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葛主任，有时间去家里啊。好的。好。哎，好。您慢点啊。哎，好。傍晚5时36号站，由钥匙向上。下班立刻回家，哪也不要去，答应爸爸，回家等你。你放心吧，肖院长，我这就去市医院找刘主任。好，这次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，你也替我好好谢谢他们。好嘞。陆秘书，借一步说话吧。你是要去市医院吗？耳朵挺灵啊。市医院的刘主任给咱们厂弄了一套治疗检查仪器，我去取一趟。太好了，那我能顺路搭个便车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新华书店。行啊，不顺路我也送。谢谢，那我去换件衣服，很快。好。珊珊，这些药你帮我登记一下，我有事先走了。葛主任要是问，你就帮我说一声，就说我家里有事儿啊。行，去吧，慢点，护士长。干嘛？别这么生硬嘛！你看啊，你和白慧是好姐妹，白慧和我是好姐妹，那不就等于咱俩也是好姐妹吗？哦，好姐妹，有事你说。好姐妹，你说，白慧一会儿跟季丹阳好，一会儿又跟陆秘书好，她到底想跟谁好啊？我哪知道啊，我又不是白慧肚子里的蛔虫。你俩不是亲密无间吗？哦，你刚才不也说你俩是好姐妹呢吗？你怎么不知道啊？那我知道，我还用问你吗？不管是季专家还是陆秘书，都合适。
怎么说呀？你还想一女两嫁呀？我没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护士长都配得上。就你会说。嘿。谢谢啊。白慧，啊，待会儿结束后要不要来接你？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白慧，啊，晚上7点，红光电影院，不见不散。放心，忘不了，晚上见。同志你好，我想做一件制服，什么款式的？列宁装。这布料送来了吗3天前送来的，2块灰色的布料。你好，这边请。雪狼要见你，但是挺委屈你一下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做事一向比较谨慎，不轻易见人，所以呢，还请你多多理解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，对不住了哈。苗师傅，苗师傅，有人在里面吗？我来取衣服的。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呀？哎，不对呀，我刚才还听见屋里有声音呢，这么一会儿就关门了。桂兰，哎呀，说好了我今天下班来取的，真奇怪。那应该是有事出去了，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吧？你等一会儿吧。啊，好，行嘞，好，那你先去忙。这不屋里有人吗？怎么一直敲门都不开呢？哎，苗师傅呢？我表姐啊，家里有点急事儿，我们过来帮帮忙。刚才啊没听见。我说呢，那个呀，我是来取衣服的。哎，你看看。哎，你看，就是那件蓝色的。要不我自己来吧？我来。啊，这件是吧？哎，对。好。啊，行，谢谢了啊。啊，没事。那个，我下次再找苗师傅啊。哎，好嘞。你慢走啊。桂兰啊，桂兰在吗？你好，那个我表姐啊，刚才有点急事儿出门了。表姐啊，对，你是苗慧兰的表弟啊？是，怎么没见过你？我们俩都是他表弟，从乡下来的。对。啊，我说呢，前段时间东家那杂货铺不是着火了吗？我们来各地看看有没有消防隐患什么的。哎，那你们看看吧。那个，您看啊，大概线路就是这些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哎，你看这个地方，真是纸板是吧？是。这个纸板啊，不能离开关这么近，离得近的话，容易引起火灾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这衣服……哎呦，没事，我来就行。这熨斗怎么能这样放呢？熨斗下面不搁块石头隔热，这样太不安全了。有没有石头？有。你看，垫在下面。这个砖头可以啊。
这样不就安全多了？记着啊。对。哎，那衣服，我一会儿捡。对了，同志，那个我门背后啊还有一个电闸，您帮着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什么的。电闸呀，那是得看看。门口。在这儿。这电闸呀，没问题，是新的。走吧，帮我去下载看。行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您慢走啊。这事他到底同意吗？我这还得再问他一下。那你帮我问一下吧。哎，白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们家小慧呢？她早就回去了，说是家里有事情，还是我帮她请的假呢。哦，她走了。嗯。哎，她大约几点走的？4点半左右吧。她没回家吗？没事，你忙吧。哎，白大夫。太奇怪了。怎么了？白叔叔今天都来了2次了，感觉像是有什么急事儿，会不会是家里出事情了？家里能有什么事儿？走吧。走吧。